好，開始。Is this frequency occupied？ 請問有冇持牌同號使用緊呢度？呢度係 Victor Romeo 2 X-ray Victor Delta。請問有冇同號使用緊呢條頻？VR2 XVD，VR2 XVD， this is VR2 Hotel Q。我哋係 standby 咗喺 RV 嘅，咁6米嗰度都 standby 咗，咁啊抽離唔夠，好嘛？係 Roger 你好啊，多謝你 VR2 Hotel Kilo。咁我哋今晚咧就係、香港業餘無線電會 HKARA 應急通訊演練2025。咁啊，亦都好多謝Haas 啦，香港業餘電台聯會嘅幫忙。咁就借出 VR2R 145.725嘅頻道。咁同埋咧，我哋會用51.330直頻。我哋今晚嘅演練會用2條頻，一條就中繼站 VR2R 嘅 VHF FM 模擬頻，另外一條頻咧就51.330直頻。咁我哋今晚嘅操作員 VR2 Victor Echo Echo 就會喺 R 台操作，會喺 R 台嘅頻道操作。我停一停先啦。咁咧因為直頻51.330嘅覆蓋未必可以有中繼咁嘅效能，咁我哋採取直頻，採取用接龍嘅形式，即係接力嘅形式，一個傳一個，一個傳一個形式。咁咧就直頻要靠啲大台大天線啦。咁中繼站就大家可能用啲稍為簡單嘅設備都上得到，因為中繼站嘅覆蓋非常之好。咁啊，今晚嘅演練我哋會有個流水帳，係大家會抄收嘅，最主要係會抄收嘅。流水帳嘅形式以 R 台中繼站為例，就會 HKARA 跟住操作員，譬如佢VR2 Victor Echo Echo VR2 VEE， 咁然之後後面咧就係一個英文碼 RV Radio Romeo Victor， 然之後就係一個順序嘅 number， 譬如舉例你係第一個 check in 嘅人，你就會係001，第二個就會係002，咁呢個號碼係由操作員 VR2 Victor Echo Echo 喺 R 台頻道發出嘅。咁直頻就要大家順序啦。譬如舉例，我係 VR2 X3D， 咁我收到呢個信息之後轉發出去就會係 HKARA VR2 X3D， 然之後就 Sierra Lima SL， 咁跟住就001。咁下一位接我哋個信息嘅朋友，譬如係 VR2 Victor Echo Echo， 就會係個 call sign碼咧就轉咗做 Victor Echo Echo， 就變咗002，一路咁順序落。咁啊，大家盡量啦。咁如果頻道繁忙或者係本身條件唔係咁好，傳播條件唔係咁好咧，就可以省略正話所講嘅 HKARA Victor Romeo 2嗰啲，咁就個流水帳會可以簡化啲咯。